这人真感叹，讲因世人真要想用基督徒的方式来见证主的名来生活，但是当伊进这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环境了后啊，就互因无法度来持守迄个信仰。伫台湾，咱的牧师常常强调祈祷会，所以若牧师讲爱常常祈祷，一定要来参加祈祷会，一定要来拜五参加祈祷会。所以兄弟姊妹就开始做决定，决心要来拜五来参加祈祷会。但是等到厝的时阵，就拍开迄电视，哇，这个节目袂歹，看10分钟啊，他来讲，所以看10分钟了后咧，哎呦，这电视啊，佢我都结束，所以继续看了，伊看到8点，哇，已经过去这个祈祷的时间了啊，下礼拜他起好啦，就安尼一年一年经过20年，也从来唔捌参加祈祷会。那你即摆这是毋是咱真侪人的光景呢？这是毋是咱真侪人属灵的光景？电视外口有做风台，我都去参加祈祷会，也毋是因为大地动，没人参加祈祷会，也毋是因为信不够的阿公徛伫门口来告调的，无爱互你去，拢毋是安尼。因为外在这款的乱做，这做动一个拢无。但是因为咱家己内面这个主观的因素，都亲像世界同款，属灵的精神是真冷静，是真爱惜，又矮又小，所以整个教会就安尼变成真冷静、真软弱。但是世界怎样克服这困难呢？伊走到头前去，走到耶稣行路的方向头前去，伊就克服这个问题。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要克服这个外在的问题，就是甲耶稣同行。耶稣基督安尼行的时阵，咱对安尼行，是不是走到头前去？咱一定会当看到耶稣基督。第二点，伊安怎会克服内在的阻挡呢？圣经讲，伊就爬上迄个桑树顶面，这个桑树，伫犹太人的所在，这个桑树啊，毋是咱台湾安尼细长。我一边到亚里哥去，听讲这张桑树就是世界爬起的桑树，哇，不止悬呢，真悬。所以啊，伊就尽心要爬到这个桑树真悬去，但是伊感觉讲，那这个桑树的高度、宽度，加上伊身躯的宽度，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就克服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爬到桑树树顶细泥虽然做到细泥土，差不多嘛应该有40岁啊，但是伊食得真好，所以啊40岁啊，巴肚拢吐出来啊。所以啊，伊就爬上迄个桑树上，但是呢，你知影就爬不起来嘛，对吧？佮撸落来，啊不佮爬起来，啊佮撸落来，就安尼滚啊变。所以当伊爬上这个桑树迄刹那，就代表伊愿意放弃伊一切，也就是讲，伊愿意破碎家己的时阵，这就是谦卑。咱若要克服内在阻挡，哪做就是要谦卑。世界上上困难的就是谦卑。唔知你感觉谦卑真简单吗？我感觉谦卑是困难。有人若较有财、较有钱，还是较有地位，哇，就非常骄傲，咁啊不可一世。所以圣经讲上帝赐温予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章5节，也就是讲，上帝有稳定陪伴互遐的谦卑的人。咁咱每一个人伫逐天的日子内面，用谦卑的心来克服主的稳定。圣经讲，上帝阻挡迄骄傲的人，上帝对敌迄个骄傲的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成做谦卑的人，你会克服上帝的稳定。所以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6节安尼讲，所以恁就自卑，这个自卑是自卑感，是讲爱谦卑，恁家己爱谦卑，幸福伫上帝大亏力的手下，
到了时阵，伊就的确袂叫恁升官。咱就要谦卑。有的人伫公司还是伫某一个单位咧工作的时阵总是怀才不遇。总感觉讲伊有才调，有才华，但是呢，要受这个顶头顶司的器重，所以呢，就伫遐怀才不遇，万当万塞。在圣经甲你讲，咱就要自卑，咱就要谦卑落来，降服伫上帝大亏力的手下。到了时阵，你若真正有才华，到了时阵，顶头上司一定会看到，到时就要叫你升高。有一之外，伫庄卡某一间教会，要登记迄个教会的会友，因为这个之外的名声无讲真好，所以所有人拢用机卡的眼光来看伊。但是已经较无上帝稳定，因为这边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伊拢坐到第一排、第二排。咱有人想想，你今晚来教会时，拢是上帝上尾一排坐起，第一排、第二排会专心听上帝的道理，所以伊就真较无一个第一排。当牧师讲到上帝要赐福恁的时大家拢讲阿门。但是这位今晚当牧师讲上帝要赐福恁的时阵伊是讲阿门。当上帝要赐福，恁还未讲出来时伊是讲阿门。所以教会就有点混乱，因为伊比别人早半拍先讲阿门，所以别人就感觉有点讥笑他。但是伊就是这样较无上帝，所以信心就开始增长。也就是讲，咱用这种谦卑的心来较无上帝稳定，上帝的稳定就要临到咱。唔茫你茫骄傲、骄傲，唔茫你茫自夸，还是其他种骄傲心。但是今晚咱来到上帝面前，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需要谦卑。谦卑人会得到耶稣基督稳定。像咱对边人讲，谦卑人会当得到耶稣基督稳定。就是头顶的顶管的人，请你要讲，谦卑人拄着耶稣基督稳定。感谢主，唔嘛你会当相信，上帝是施恩和谦卑的人，真正，咱谦卑的心来靠无耶稣基督，带着谦卑的心来追求耶稣基督。嘛每一遍咱来聚会时，来带着谦卑的心。我向你即摆来聚会时少年人来聚会时因为阿爸妈妈是基督徒，叫伊来，所以伊无都无来。但是人住伫遮，人徛伫遮，心唔知坐伫对，这毋是谦卑。有人阿公阿嬷是真热心，所以呢，一定叫伊孙叫后生家己一定要来遮，所以来的时是勉强来的，所以无法度存谦卑较无心。像你即摆，这无法度找到耶稣基督。但是咱若存谦卑的心，较无的心，较无的人一定会得到耶稣基督稳定。较无的人会得到耶稣基督稳定，像咱来讲，较无的人会得到耶稣。所以等于较无耶稣基督的时阵等于较无要看见耶稣基督的时阵耶稣基督真奇妙，耶稣基督稳定就临到伊。世界存着谦卑心，背上这个生长点面的时阵，这个时阵耶稣就经过这张桑树，这时阵耶稣停落来，就讲世界是第一遍看耶稣，伊嘛唔知耶稣认捌伊呢。伊徛伫迄个所在，耶稣徛伫迄个所在叫世界名的时阵你敢知影？世界迄阵的心中是何等欢喜何等的惊奇竟然耶稣基督捌我，耶稣基督捌我。甚至讲，咱的名是刻伫上帝心板上，刻伫上帝手掌上。像你今晚，你的名是刻伫上帝心板上，是刻伫上帝手掌上，这什么意思？这是说上帝要负咱一切责任，上帝要负咱一切责任。你莫讲我来到这面前，我真卑微，我真甲成无什么地位，敢是感觉真非常的卑微，真自卑。但是你要知影，你的名是刻伫上帝心板。你的名是刻伫上帝手掌顶面，
上帝对眼神内面就看到你迄个所在。有当时你今日教会上落尾，无人看这个所在，但是上帝看到你，上帝看到你。兄弟姊妹，你有相信你名伫上帝手中无？你有相信上帝为你来负全部责任无？感谢主，圣经耶稣来讲，我世界落来，紧落来。请问你甲耶稣的距离偌远？有人甲耶稣的距离1000公尺。问你今仔日会当透一道的船会当缩短来到500公尺？若是你甲耶稣的距离是500公尺，问你会早起会当动你的身躯来缩短到100公尺？那是50公尺，还是来挖近10公尺来看耶稣？所以你是咪主动甲耶稣基督真亲近呢？是咪剩2公尺？圣经讲咱毋是安尼尔定，咱会当甲耶稣基督亲近到一个地步，咱的主要住伫咱内面，咱嘛住伫伊内面。所以意思讲，咱甲主中间的距离是零距离。咱信耶稣的人，会当到耶稣基督是中间是零距离，零距离，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信息。所以主伫我内面，我嘛伫主内面。你今仔日早起有确定主伫你内面无？感谢主，你有伫主内面无？你人安尼遐尔啦，零距离甲耶稣基督做伙，毋会早起，咱每一个人拢互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心内。告诉你，会早起若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依然甲耶稣基督过着这样亲近的生活，拍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心，安尼咱甲耶稣基督的距离就零距离。耶稣基督唔来，敢停落来叫伊尔定，伊讲亚头来往顶面看世界。当耶稣基督看世界的时阵，难道是因为伊世界比耶稣基督较伟大吗？你敢知影咱这个伫中国真早的时阵这个陈大神吼，若要见皇帝的时阵拢会跪来，对不对？跪来亚头来看皇帝。所以因为皇帝比这个臣民较伟大、较有地位、较庄严，所以亚头来看这个君王。所以当耶稣基督亚头来看世界的时阵，难道是因为世界比耶稣基督较伟大吗？不是，是主耶稣基督高看世界，是主耶稣基督高看重看悬世界，因为世界是遮尔较无主，所以主耶稣应讲，伫逐所在若有2-3个人聚集，我就伫因的中间。咱今仔日会早起有5-6百人伫遮聚会，耶稣基督有伫咱中间无？耶稣基督有伫咱中间无？感谢主！所以耶稣基督看这几百人伫这所在，伊哪有可能无伫咱中间？伫咱伫遐聚会中心的时阵，伊哪有无可能伫咱中间？主耶稣嘛看你叫尊贵，那亲像主耶稣看世界观看悬世界同款，伊看咱是尊贵。有真侪世间人看无地位的人，看社会这个社会地位比肩，还是直接无好的人，伊看轻伊看前轻看因。但是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袂看轻咱，所以咱若是敢要讲我真卑微，请你注意，别人会看轻咱，但是耶稣基督却看重迄个心存较无的心的人。你若存着较无的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看重你，观看你，看悬你。所以就对世界讲，世界紧落来，然后对伊讲我今仔日要住伫恁兜，意思是讲，主要说要到这个家内面去。世界本来是干那要看耶稣尔定，伊若看了耶稣，耶稣身上圆饼悬家，伊就心中满足。但是无打算，耶稣互伊的超过伊所求所想的。耶稣基督互较无的人，互较无的人超过伊
所求所想的。这是咱圣经给咱奇妙的应允。凡是遵着较无心要来敲找耶稣基督，要来追求上帝救恩的人，上帝所为咱备办的，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这是真伟大的应允。重点就是咱有较无心无，所以遵着较无心来到耶稣面前，实际伊所得到的是超过伊所求所想的。所以马丁路德有一边安尼讲：如果有人问我，你内有什么？你内面有什么时阵？我就要安尼回答：过去是路德伫我内面，但是即马有主耶稣伫我内面。过去是路德伫我内面，但即马有主耶稣伫我内面。你要问边仔人讲，你心内有自己嘛？伊讲什么？我心内有财主世界，心内想的拢是钱，还是我心内有迄个万道的人，我都下面你。咱应该来讲，过去是我陈吉祥伫我内面，但即马有主耶稣伫我内面。像咱做伙安尼讲好无？你用你的名讲，过去有某个人伫我心内，但即马有主耶稣伫我内面。咱做伙安尼讲来。即马有主耶稣伫我内面，这是何等的宣告，这是真奇妙的宣告。过去是我家己做主，但是即马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即马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做主，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信用的宣告就是讲，即马主做真正做我的主，耶稣基督真正做我的主。这个时阵，耶稣基督就开始去世界的厝。这个时阵有真侪人看到耶稣基督竟然到世界的厝，就真侪人议论纷纷。看你今晚，等你开始信耶稣的时阵啊，开始有人议论纷纷哦。咱啊第二代基督徒、第三代基督徒、第四代基督徒，你袂感觉，你袂体会这个代志。但是你是第一代基督徒的时阵啊，你就体会。等你要开始信耶稣的时阵啊，有真正的一边议论纷纷啊，就开始批评。你哪安尼？你放杀你传统？放杀你新主牌啊？袂使袂使，就开始批评。意思是什么？不管你信用好还是不好，你一定会互世间人来批评。就是世间人总是有一些人专门对一挂人来议论纷纷。但是你免惊，咱知影，一台火车来跑走的时阵啊，迄一只狗仔伫边仔伫遐吠，迄只火车因为狗仔伫遐吠，就停落来，是毋是？袂啦，火车若继续向前行。有当时啊，一台火车经过庄卡的时阵啊，100只狗仔伫遐吠啊，100只狗伫遐吠的时阵，迄火车是毋是停落来？袂啦，继续向前跑走。所以咱讲国废火车，国伫遐叫火车的时阵啊，火车继续向前行。所以像你即摆当有人批评你信用的时阵，你继续向前行就对了。因为耶稣基督不管别人批评，伊继续到世界的厝，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行的路。咱嘛是同款，效法耶稣基督所行的路。等咱开始要信耶稣，较无耶稣基督的时阵，为着耶稣基督要付代价的时阵，开始有人会批评哦，有当时是咱的父母会批评哦，有当时咱的亲戚会批评哦。你无需要热心嘛？等我伫高中的时阵啊，真正信主了啊，开始热心的时阵啊，我爸爸妈妈迄阵哦，大家信用无讲真好，伊就开始讲上啊，你唔通遐热心过头啦，热心会过头是无？那真正伫主内面热心敢会过头？热心永远无够，因为主为咱降杀伊的性命。所以虽然真侪人伫遐议论纷纷，但是咱无需要惊吓，咱继续向咱应该行的
的道路，应该追求，应该付出的代价，继续来跑走。上到尾，咱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来到世界的院子。这个时阵啊，世界心中非常的感动。这个人名叫耶稣基督，我不过是咧看伊生做安怎样，但是伊竟然讲落来叫我的名，甲你去阮兜，即摆已经来到阮兜，所以心中非常的感动。伊就对耶稣基督讲：，伊讲耶稣基督啊，我要应允你两项代志。第一，我要将小话一半来分享送向人。这个本来互钱财迷失的人，这个本来互钱财中毒的人，等于拄着耶稣基督的时啊，伊就甲伊所有一半要分落善向人。那你即摆，咱大家人啊，拄着耶稣基督的时，咱看重钱财的心，是毋是有耶稣基督，互耶稣基督来搅动啊？互耶稣基督搅动呢？咱拄着这个真正拄着耶稣基督的人，伊这价值观会受耶稣基督搅动起来。有的人是互酒精中毒，有的人是毒品安尼中毒上瘾，有的人是毋是安尼？是啥？是对钱财中毒上了瘾。所以啊，早起是目睭闭紧的时啊，趁钱；啊，中到时啊，休困的时啊，趁钱。暗时啊呢，这个趁钱，嘿，下班了呢，佮趁钱。所以有当时一个人啊，兼4、5个兼差4、5个工作，趁钱。你即摆钱真重要，无毋对。但是咱基督徒，毋是互钱财完全充满咱的心的人，咱的心应该互啥物人充满？互耶稣基督充满。钱财真重要无毋对，但是钱财袂使影响咱甲耶稣的关系。咱的生命中应该是耶稣基督在咱生命中的第一位。所以讲，耶稣啊，我要甲我所有一半分予善向人。这个人伊真有钱，伊讲要甲一半分予善向人。我想咱中间无一个人做会到，无一个人做会到。第二，佮甲耶稣讲我若欺骗什么人？讹诈。我若讹诈什么人？用不法的手段来欺骗什么人？我要乘以4倍。其实你若用不法的手段来欺骗什么人，你就乘以本来的钱就够额，对不对？但是呢，伊讲我要乘以4倍，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世界的心内有真实的悔改，就是讲，对拄着耶稣基督的时阵，伊愿意承认伊一切的罪。假设你约翰捌安尼讲，毋通甲圣洁的物件等互狗食，就是讲，你若甲圣洁的物件等互狗，迄种的心思，像迄种狗迄种的心思啊，伊无法度领受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嘛安尼讲，毋通甲珍珠等互猪食，毋通甲珍珠等互猪食。就是讲，假使咱若有像猪迄款的心思、迄款的意念，咱就无法度领受上帝要互咱，那亲像珍珠。我咧讲袂认同，珍珠啊，遐尼大的稳定，那像猪的心思啊，就无法度领受上帝要赐互咱的，亲像珍珠的稳定。所以今仔日，咱就通过悔改，通过伫主的面前悔改，来有圣洁的心思。基督徒上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甲人中间有无好的人际关系。如果若是安尼，你嘛得伫上帝面前悔改，承认你的罪。耶稣基督捌一遍安尼讲，伊讲当你伫祭坛顶面来献礼物的时阵，若想起你兄弟你来怀孕，你就甲礼物留伫坛的面前，先去甲
迄个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这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23节、24节。请注意哦，这句话啊，不是讲你冒犯了迄个弟兄，是冒犯了另外一个人，是别人冒犯你，别人你怀怒，你就甲礼物先去你断点面，然后去跟迄个人来和好。那安尼，你所献的礼物，上帝就悦纳，上帝就接纳。这句话，耶稣安尼讲的时阵，有简单做无？要做才有简单无？哇，非常无简单。我伫2000年7月份开始做圣光新南院院长。当我开始做圣光新南院院长的时阵啊，就发生一件，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件代志。有一个我的董事，伊就唔知安怎样啊，对我真不满。伊就讲，那像我用什么手段，或者我老师失职，其实唔是安尼。所以伊就感觉讲这个对我真不满，所以就讲讲对打开始，阮无要搁支持圣光新南院。后来我咧发现讲，这个董事是高雄地区哇，真出名的牧师啊！这个当时那亲像肉粽干的肉粽头伊扭开时20-30间教会呢，对伊呢，所以讲无要搁来支持圣光新南院，真正这20-30间，将来一年中间完全无为圣光新南院奉献一角钱。你敢知迄阵圣光新南院负债700万，负债700万，700万对企业家来讲是小可代志尔点，但是对我来讲我迄阵无钱脉，没有人脉，也没有钱脉，所以700万对我来讲量非常的大。就讲我在底下祈祷，我已经伫拜5还是拜6的时阵有讲过，迄时阵上帝感动我，每一天用3点钟的时间来祈祷。有一天咧祈祷的时阵忽然间圣神伫我内面提醒，你今仔打电话，互迄个牧师，甲伊来甲伊和好。我是讲安尼嘛对呢，因为我做新南院院长，现在有机会讲，咱来彼此下面，彼此饶恕。但是我做一个新南院院长，我若无法度饶恕迄个对不起我的人，我要安来教导学生爱彼此饶恕呢？所以我感觉圣神伫我内面感动是安尼是对，所以我就决定上班的时阵我就要打电话或者个牧师，甲伊三甲来交陪沟通，来拜访伊。所以你敢知影？但是真正要做的时阵非常的困难。我来读了这段圣经，恁中间若是有人有这段点名献礼物的时，若是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不是我对不起伊呢，是伊对不起我，是安尼逐所在去讲我唔对，是对不起我。但是呢，见人我爱来恩伊回事的，所以我心中有这点无法度做出来。所以上班的时候我就来到这个上办公桌，我就摕电话起来，打电话时惊声音电话声亮，迄个对方就压起来，喂，冇事，什么人？我听了咯，我就把电话筒挂断。为什么？因为我惊和这个牧师拒绝，我惊和这个牧师拒绝。等我挂断这个电话筒的时候忽然间圣神伫我内面大责备我，你在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就是要打电话问伊来交陪，对不对？用来彼此交陪沟通，求伊来彼此来摇下。但是为什么伊也开电话是你见人挂断？我讲主你敢知影？我实在是心内会惊吓呢。我惊吓，我会惊回到拒绝要安怎样？所以我搁第二遍搁打电话时对方那个电话搁压起来，喂，什么人？第二遍我搁电话上搁挂断啦。这个时阵我就发现，原来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第5章23节、24节这2节的圣经讲的时阵，对我来讲，对我一个新南院院长来讲，要来尊叹主的话是何等的困难
我哋伫主的面前流目屎，我讲上帝啊，我唔知要安怎讲，我唔知要安怎样，甲这个牧师来交陪，我心内充满惊吓。因为第一遍我敲电话讯号，就是伫2礼拜前我敲电话讯号，我就讲牧师啊，我要来拜访你，要甲你小个交陪，关系圣公信了伊，信了教育代志。这牧师啊，听我讲30秒了啊，伊讲我袂用，你要来就给我挂电话。我想，我大概是第一间的信了院院长，和地方教会牧师挂电话。所以2礼拜后，上帝感动我爱敲电话给伊的时阵啊，我心内充满惊吓。第一遍我互伊拒绝啦，第二遍的时候，我想讲，我这边来敲电话去，伊会甲我拒绝，所以我就安尼连续2遍，等于伊讲在应答的时阵，我就甲电话挂断。毋是我无爱甲你讲话，我是惊伊会去拒绝我。上了尾，我伫上帝面前流目屎，求上帝赦免我，求上帝给我开力。我后来搁一遍敲电话时阵啊，伊就我就讲牧师啊，我是主内的晚辈，你是咱高雄地区牧者的前辈，我有真个代志应该来请教你，所以唔知我都安排时间，我拜三来到恁兜来拜访你，甲你交陪好无？像即摆你敢知影？伊就是不爱我去，但是当咱有这个心的时阵，当咱有这个心要意爱彼此来交陪的时阵，你敢知影？上帝看见咱的心，上帝看见咱的心的真实，所以就安排迄时阵安排一个牧师，拄来到我的办公室。等我安尼讲的时阵，伊讲啊，这个牧师我甲伊真熟，我是巴里巴里，我2个是巴里巴里，所以啊，我带你来。伊讲咱也无甲伊约时间。要直接去见伊啊，咁好势。我不要紧，你若敲电话，就是我接你嘛。所以我带你来。你买一个礼物，圣经讲咱买一个礼物礼物咱替咱开路对不对？我就真正买一个礼物，去含这个牧师，伊就带我去见这个牧师。见这个牧师啊，牧师拍开迄个门的时候，看到这个甲伊巴里巴里这个两相好的这个牧师的时候，哇！这忽然我看到后壁，搁一个人，这人是无爱见的，无爱看的。这个牧师啊，头前我这个牧师就讲，这我带来，所以就忽然间搞杀入来。这个时阵啊，我就甲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就我都受了勉强，就安尼，阮3个伫迄个所在，差不多讲2点外钟，我就甲伊分享神学教育我的看法，我对神学教育的愿望、期待甲意向。伊听了就伊就问我以前这发生的代志是安怎样。我就照实甲讲，伊才讲原来是安尼，原来是我误解你，所以伫迄2点钟的中间，2点半钟的中间，我甲这个牧师就真好交陪。你敢知影？伊头先生伊讲，阮今仔日了后，无要搁支持圣公信来伊。伫这差不多半年中间，7个月、8个月中间啊，这20-30间教会，一个人都无奉献的。但是伫迄个交陪2点半钟的时间了后呢？伊了解事实的情形是安尼了，伊就开放伊教会，互我去做圣公的主任、信学主任，为了圣公信学来奉献。毋然安尼，毋然是一遍来听，一年有2遍，所以兄弟姊妹，真正咱甲兄弟还是甲姊妹有人际关系发生冲突的时阵，有无好的人际关系的时阵。这是咱上帝上无欢喜的所在，所以咱做上帝的家人一定要尽力去和好，尽力去彼此和好。圣经称呼咱信主的人是圣徒，圣什么意思？圣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呢，兄弟就是圣者。是姊妹呢是圣女，所以加起来就是圣徒。所以你看看你边的人，那是弟兄，你讲你是圣者；那是姊妹，你讲你是圣女。咱边的人讲者，我看有一寡人都无要讲，有一寡人啊，讲
其实你不是啊。心内讲你是，嘴内讲你是圣者，但是心内讲你其实你不是。咱是和圣经上帝称呼咱做圣徒，因为这是真正圣经的真理。虽然咱有当时生活的见证不好，你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写配合这间教会时啊，这间教会真侪问题哦。这间教会啊，有一寡人竟然跟伊的后母啊同居的，有一寡人啊竟然啊彼此过来过去的，各个反映去。有一寡人啊，这内面真混乱。但是保罗写配合这间教会时啊，伊讲圣灵教会啊，你是啊伫主内面是圣徒。可是保罗啊，今仔写配合圣灵教会时啊，咱圣灵教会敢真正是拢无问题吗？咱圣灵教会敢是真正拢大家兄弟姊妹人际关系拢真好吗？堪比称呼做圣徒吗？我想不是安尼。但是保罗是对上帝角度来看你这位信耶稣的人，讲你是圣徒，所以咱知影，我坐你边仔人，坐你我边仔人，真正是圣路，真正是圣者。咱搁一遍讲好无？对心来讲，对讲你是圣主，你是圣者，你是圣路。你忙心来搁讲你不是啦。意思是讲，咱是和上帝分别出来的人，咱才和上帝分别出来圣徒。可是，那充满怨妒、充满纷争，安尼，跟咱的身份、信圣徒的身份有相配无？有配合无？有配属？有适配无？无适配。所以，上帝真正愿意将伊平安、甲丰盛的稳定赐福给咱。但是兄弟姊妹，咱做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咱做上帝的家人，唔通一直去计较，唔通一直去计较。如果上帝若甲你计较，你会安怎样？拄咱领会或者长老，伊甲咱读启示文的时啊，内面安尼讲，最后话，你若救看罪恶之罪。徛为条，你要救看罪恶，上帝耶和华上帝救看，跟我们计较我们的罪恶，跟咱计较咱的罪恶，咱什么人会伫上帝面前徛条？有一个人讲，我会当徛条伫上帝面前无？什么人敢安尼讲？上帝来计较你的罪恶之罪，伫咱中间，包括我，什么人会当徛伫上帝面前讲，我徛条？冇一个人。无一个人，所以上帝无甲咱计较，上帝无甲咱计较，咱兄弟姊妹也唔通彼此计较。所以咱对边仔人讲，唔通佮计较。我看真侪人无啥甘愿，我准备甲你计较到底，有安尼无？那安尼你今仔有在下啊？兄弟姊妹，咱应该讲，对心来讲，咱唔能够计较。你若你的太太甲你无好，今仔该讲，我无要甲你计较。对你的太太讲，咱袂唔能够计较。对你的先生讲，咱唔能够计较。对你的怀孕的、迄个怀孕的弟兄讲，咱唔能够计较。兄弟姊妹，咱真正是安尼，需要伫上帝面前，咱唔能够计较，因为上帝无计较咱的唔对呢，上帝无计较咱的罪恶。所以所有代志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一直跟人计较，你就拿来拿亏损。你跟人计较，不是别人亏损的，是你家己亏损，是你家己灵性就和那个计较的心灵抓条的，和计较的怨妒的心抓条的。啊，你拿来灵性就拿来拿败，就拿来受亏损。所以你若一当这个讨讲，唔能够计较。哦，你灵性就让复兴起来，你灵性就让进步。我望今日坐伫咱遮的所在，是咱教会内面、会堂内面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灵性拢对直接会当来成长，会当来复兴起来，所以唔通计较。有一个老爸啊，对个囡仔讲你要好好读册。这个林肯，迄是美国人，讲林肯啊，伊这个年纪的时候啊，伊拢一直第一名。这个后生就对伊老爸安尼讲：爸爸，林肯伫你这个时阵啊，已经做总统啊，
所以你看，你若要计较，计较会去袂？计较会了袂？计较袂了。如果咱若计较的时阵啊，真正是算袂了。上帝要甲咱计较，所以咱嘛唔通甲人计较。咱应该大家安尼讲，上帝无计较，我嘛无计较。请你对我安尼讲，上帝无计较，我嘛无计较。那就请对面的兄弟姊妹，我看着恁，你甲我做伙讲，上帝无计较，咱也无计较。上帝无计较咱的唔对，所以咱嘛唔通计较别人的唔对。安尼咱的人生就真空旷，咱的人生就海阔天空，咱的灵性就会那亲像鹰鸟安尼飞起来。上帝赦免咱，所以咱嘛得要赦免别人。唔通通过这种的心，咱的心拢会当得到圣洁。伫这个所在开始，天国的生活才会当开始。所以世界这个时阵完全改变。所以耶稣就伫这个时阵宣布讲：现在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伊就恢复世界迄个纯洁的名的意义，伊就过着开始过着一个，甲伊当初伊父母甲伊号名叫纯洁。这个名的意义，我们今日会早起，咱会当亲像世界同款有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个时阵，耶稣基督就对世界讲：人子来是要消除拯救迄个失丧的人。意思是讲，这个失丧的人，这个时阵，和耶稣基督消除回来。这对咱来讲，咱的心，咱的上帝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啊！咱的上帝一定有一个愿望，伊所谓子儿拢会当亲像伊同款，伊所谓子儿拢会当亲像有上帝形象同款。那你今晚等你去看你的厝边生一个囡仔的时阵啊，你若去看这个囡仔，你应该对这个厝边讲啊，哇，这个囡仔真像妈妈，真像妈妈，还是真像爸爸，是不是呢？应该安尼讲对不对？你若安尼讲的时候，大家拢真欢喜。但是你若讲，这个囡仔亲像迄个隔壁丁先生呢，哇，这个问题就多大，这个问题就多大，一定有发生问题啊！看你即摆，你亲像什么人？你亲像什么人？你有亲像上帝无？你亲像天使遐尼那阳光无？今日早起，咱拢应该恢复亲像上帝子同款。那你今日回去的时阵啊，恁太太看到你的时阵啊，会讲哇，你现在改变啦，你也变得亲像天使同款。咱一定要改变，咱圣灵教会一定要改变，牧者一定要改变，像你今晚一定要改变，勇气一定要改变。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唔望咱亲像世界同款有改变。耶稣基督若进入咱的心，咱就一定会改变。今日起，咱的聚会目的就是伫这所在，主就是为了咱，要互咱每一个人改变。所以，伊求上帝垂肯圣神来，伊才带伫咱的心内，伫咱内面动工。伊嘛用各种不同款的人、事，还是物件，目的就是要互咱改变。所以，咱若无改变，那就死定了。那无改变就死定了。像你对边人讲啊，如果不改变就死定了。咱一定要改变，才能够活下去。咱一定要改变，咱圣灵教会一定要改变。伫100年开始的时候，咱已经经过100年啊，是不是？100年开始的时候，咱要改变，咱来圣灵改变，圣灵教会每一年还是这么改变。未来100年会安怎样呢？上帝透过圣灵教会做何等奇妙的代志啊！现在透过圣灵教会来影响台北市啊！你有相信无？我相信是安尼。所以咱每一个人一定要改变，改变才能活得去。那无改变就死定了。再讲一遍。所以咱即马爱祈祷，咱大家来祈祷，
主啊，求你改变我，主啊，求你改变我。我望咱会让当声伫上帝面前来撒告祈祷，主啊，求你改变我，撒告来祈祷。哈利路亚！哦，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透过今仔早起撒该改变的人生，阮知影何等对阮来讲是何等重要的信息。阮需要亲像撒该安尼改变。过去阮亲像撒该同款，内面的光景会细搁软正。拄着困难的时阵，阮就无法度来到上帝面前；拄着困难的时阵，阮就无法度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阮看见撒该内面有较无的心，较无的心，伊就爬上这个山丛啊顶面，伊要看耶稣基督。落尾，伊至高已经看到耶稣基督。那安尼，那心内充满较无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伊所修出伊的是超过阮所想所求的。阮感谢你，感谢你，求你帮咱，等阮有耶稣基督伫阮内面的时阵，阮也毋茫会当像撒该同款，阮的生命会改变，阮的生命会改变，阮的教会会改变。若无改变，阮就死定了。但是你要阮改变，透过这改变来影响阮的家庭，来影响阮的社区。求上帝搁一遍施恩伫少年教会，你就会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今仔日对神来讲，主啊，求你改变我。阮来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